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有200外台湾人组成诈骗集团，到西班牙来设机房，假做是中国的公安，甲中国人诈骗。西班牙的警方甲集团281个人总抓起来，敢若甲其中3个犯罪较轻的嫌犯送台湾，其他拢送中国，互中国判刑8年到12年不等。今年大约有100外人互放出来，也毋过倒来台湾还阁继续关。 因为检察官甲其中32个人拘提，而且掠到幕后的金主，拢总甲因起诉。西班牙马德里是出名的观光地点，无论是甚物季节，拢有无共款的活动，真闹热。台湾的诈骗集团伫遮设机房，警方来到诈骗集团金主处来搜索，依照调查，这个集团是去依照西班牙出入土地真方便，伫105年为日本刷到马德里，并且伫台湾吸收训练台湾人了后，送到马德里去诈骗。初步统计，伫破案进前2个月，就100外人被骗，损失的金额有新台币4000几万。警察！ 不过当时西班牙警方破这个机房，掠到200外个台湾的诈骗的员工以后，敢将3个犯刑较轻的人遣回台湾，其他拢送到中国，被判刑8年到12年不等。一直到今年100外人期满返来台湾了后，虽然这出狱也是假释，也无检察官依原将其中32个人加上在台掠到的无金主总共44个人起诉。本局强调，诈欺犯罪数罪不分国界，纵使在国外犯罪并受刑。 返国后仍需面对我国法律制裁。警方讲，虽然真侪人拢伫中国被关过，也过转来到台湾，也是被判刑依原爱过去关。另外，当时有一个干部走去波兰被掠到，本来讲要送到中国，后来拍赢人权官司，被遣送回台，也过共款走袂去。目前要伫调查，有可能伫后一波的起诉的名单中。 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